舊年施政報告提出喺北部都會區預留用地發展北都大學教育城，有議員同物業顧問建議將洪水橋新發展區嘅土地整合，令到北都大學城嘅建設優先上馬。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同物業顧問高力建議，將洪水橋新發展區內原本被劃為其他用途嘅土地整合，令到區內發展大學城嘅用地由大約5公頃增加至24至48公頃。又話洪水橋而家規劃係2018年嘅決定，倡議政府重新檢視洪水橋下村嘅規劃，因應本地同外地學院都對大學城嘅反應積極，建議整合土地並且更新土地用途。而選址洪水橋作為整合，係因為區內舊年已經啟動收地，並且已經基本完成。而且港鐵洪水橋站預計喺2030年落成，可以充分利用地段嘅周邊交通配套，更加快能夠提供土地發展大學城。